但经验告诉我们，越是简单，越不简单。酱油筋麻烦。它那个串儿，它是入味儿，不是大小的问题。刘伟的酱油筋儿之所以入味儿，首先靠的是一把喷壶。它这壶可尿上了，这无接触，知道不？直接喷到串儿了。这刷，我感觉那油性太大了，后来自己改的。和干料相比，海鲜酱油上料的要求必须得均匀，而细腻的喷嘴儿可以把浓度较高的酱油打散成雾，让每一滴酱油都能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肉。有了工具上的讲究，就要面对怎么入味这个烤酱油筋儿的核心机密了。哎，你喷一遍是一个味儿，你喷2遍是一个味儿。多了咸，刷少了没滋味。刘伟烤酱油筋儿要上3遍酱油，上料的时机要跟火候精准咬合。生肉就喷1遍。刚上烤炉的时候，肉的毛孔还处于开放状态，要赶紧给它喝点酱油，赶在肉皮儿变紧巴前把滋味锁住。5分熟的时候再喷1遍。这个时候肉开始缩紧，酱油会附着在肉的表面，形成一个色罩，让它看上去有了迷人的色调。第3遍是入口了，最后1遍酱油是送给舌头的福利，让它在感受焦香的同时，也能收获鲜的滋味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，也可以撒上一点芝麻，点缀一下。每次来都得200多串。对，桌上只剩签子和酒，干了就完了。虽然各家的酱油筋儿在用料上都有自己风格，但一串好吃的酱油筋儿一定包含瘦肉的焦香、肥肉的油香和肉筋的嚼头。这3种味儿会以酱油的咸鲜为支撑，最后被它的甜鲜所放大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吉林小串带给你的丰满感受。你有10个酱油筋打包是吧？最后提示一下，如果你来吉林吃串，绝不能把酱油筋儿读成酱油筋，只有让舌头弹起来，你才能吃出酱油筋儿的滋味。